仔日用你的话来提醒阮，阮常常为着生活来烦恼，为着未来来挂虑，有时阵嘛会袂记你才是阮性命的主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嘛重新调整阮的心，互阮毋是先求家己的需要，是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。愿你的国降临伫阮的心内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生活。阮愿意交托，嘛相信你的供应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我做伙用这首歌来敬拜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你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煞，总是一个土地的百姓，永远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你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煞，总是一个土地的百姓，永远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信心且帮助我，是靠大鸟来引带，独独愿你当心当行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信心且帮助我，是靠大鸟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信心且帮助我，是靠大鸟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当心当行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信心且帮助我，是靠大鸟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这时阵，我想要邀请大家为着几项事来祈祷。记载伫耶稣阿记第24章第15节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这时阵，我想要邀请大家，邀请兄弟姊妹开嘴，为着阮个人，为着家庭，阮做伙开嘴来祈祷。
的家庭是活伫你的旨内底。主啊，我们来宣告，我甲我的厝要服侍耶和华。愿你的国临到我的心内，也临到我的家庭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第二项事，我们要邀请大家为了教会来祈祷。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，因和平撒结连，利益受信心所受属的合一。阮这时嘛压头做伙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开嘴为了教会来祈祷。是一个门徒培育的教会，我福强教会不只是聚会的所在，是家己同在的所在。互人看到阮，就看到你的疼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第三项事，我邀请大家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。这是第4篇第33章。第33篇第12节，讲连耶和华做伊的上帝，必国有福气。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，一国的百姓有福气。只是邀请有兄弟姊妹做伙开嘴，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。社会有平安、有稳定，嘛保守阮的下一代，会使愈来愈侪人入捌你，愿你降临伫阮的国家，愿人心会使归向你，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这是阮邀请大家做伙起立，继续来敬拜阮的上帝。
分享出去。这是阮做伙来吟，是毋是？